呀，各位聽眾歡迎我能夠在都對嚟這個禮拜夠人講啊，即係邊啲學見到講有潮你唔幫助，即係禮拜話題咧是，有即係禮拜話題咧就是講阿媽。講嘛，了況這真正特別嘅嘉賓啊，老只久無對來咧，會特別嘉賓老趙曉樂對來啊，歡迎曉樂。Hello，大家好。當個記曉樂嘅聲未？哇！即係人啊，攏唔知曉樂，我諗青子加啊，嗰個特別嘉賓青子咯，歡迎。歡迎 ，Hello。แล้วก็有家公歡迎。大家好。แล้วก็有อบี歡迎。大家好。แล้วก็有ปลาจันเก้歡迎。大家好。ปลาจันเก้你記之類哦。你記曉樂哦。曉樂啊。曉樂係罵，但係我罵對嚟，我特別冚咩，定到時。然後潮浪唔知會叫你只古嘅，伊細漢嘅時，伊讀中學嘅時，伊特別 join 邊啲學健咧就，在邊啲學健咧嘅時候，伊罵買係伊，係咪？你解釋，你自己解釋，你自己解釋就曉樂。曉樂嗰啲哦。我嘛做緊嘛啲啊，但我嘛是做緊，then 對嚟是10點嚟看，then 阿妹9點是邊啲學健係你準時開始嚟確定嘛？對。then 特別落一半嘅時咧，聽到係你電梯開呢，佢就喺冚啦嚇。你隻好笑，你隻講啊！我別講嘛，對嚟啊，喺度冚咩咋？所以特別啊，伊特別就對嚟呢，伊去較大漢呢，伊去 KL 讀冊啊，是話人冇講誒，你嘛對嚟，你嘛對嚟。啊，仲都可以一畫名是好像叫。冇，伊家己叫曉樂嘅嚇。你趣味嘅。佢趣味先上就叫曉樂了，當叫伊佢哋你罵特別嚟講特別起來join，你出名是出名係伊罵對嚟啊嘛。你意思係林冷了啊？頭先個家己講伊做啥係啦？係咯，乜啲人啦，我最罵咩？誒，你罵在唔在？你罵在唔在？我能講佢。唔知啊，冇計講。你個驚你罵我當劍？直接去邊放 music 啊？處放 music 是唔？咯。阿妹講過你 Skype 冇事的嗎？會使啦。冇會驚啦。我都冇讀邊啦。哦，你冇讀邊？你罵讀邊？會使啦，因為我都冇讀邊啦。讀邊呢？你較驚？你嚟 KL 除你時都驚？真少可以來啦，因為麻煩啊來咯。哎呀，啲可以咩啦？嗰啲人聽到㗎啦。嚟講就，你嘛是就來我們只鹹嘅時候。哦。講下你對你嘛impression 上面，你想到你嘛是想到你驚咧，還是惡咧，還是係咩講下？加囉嗦咯。伊講話大聲嘛，會使成笑命，反正講話起來。你買講話是只大聲。較大聲。你講下 sample 可以講明嘅，因為成錯路啊，就咪講。冇啦，講佢係咪張egg啊？佢啉水啊？嚇！到底是做馬嘅人啦，嗰啲是做馬係念落啦。哦。要怎樣啊？咁不去做廣告啊？呢？搭車啊？呢？我唔記得啊！你佢講伊用海南話係咩？我跟你話。海南話。嚇，講下用海南話。海南話。你到底做啲賣聲嚇？咁冇會啊！咁冇會啊！你有冇講你聽你當幾歲啊？你當幾歲？十幾歲啊？19歲啊？你19歲啊？一定頭你時你聽邊啲學件事是幾歲？18、16歲。34歲。嚇！你少年又未過咧叫你罵咩？
你大到路你嘛 baby 嗰時就 start 还没死就杀去 啦嘛， ，baby 死就杀听去啊。大女佢哋episode 狂點，佢哋 episode 狂點3狂點4佢哋。before pre-run 嘅 show，before official 嘅 show 時就聽啊，咪是㗎，你猜點乜想啦？你小紅姐蓮花龜大叫嘅啊！龜大叫。嚇，其實我真係奇怪啊，你們是咩？你們是那句會聽起啊，比？是咯，蓮花龜大叫。哦，我咩奇怪啊！我有陣時教我嚟聽講講起嚇，唔是教我朋友人講起人講埋我 podcast 上面嘅一枚，我講頭時我是做時我是叫佢人聽我聽較識嘅朋友啊，我叫啊小紅啊，แล้ว我朋友叫伊幫做，我咪是叫往一段往家己朋友聽咯，แล้ว聽咯時咪是幾人，我幾人成7個人，他咪叫人聽，然後maybe 是 online 嚟聽起嚇，老是啲 online 嚟嚟嚇，我比。唔是，我那陣時我唔知點做誒，除掉啊，我 sister actually sister 伊做 research on Penang Hokkien，and then I don't know why 伊教我講誒，有一個 podcast 真係好聽 ，I think that time 是報個 first episode 係那種 pre episode，before the pre，then 我邊聽起。我是奇怪講我唔知安怎人會除掉 before 我 start 嘅時啊。我如果 start 嘅時，安怎別人會吹掉？我頭頭 episode 是8個7個人通聽呢，然後我叫我朋友人聽，然後朋友人都冇上來聽，然後慢慢嘅時，幾人禮拜幾有20幾人聽，我講誒，我慢慢知呢幾人聽，那聽到這啊，嗬，有這幾啊是200-300人，我知道第一大是就上面 start 就不做出嚟時，哇，幾多千人，我 website 根本冇 crash 去。頭是 website 叫冇 crash。OK， 然後講到啲咧，我哋講埋แล้ว可能可能學到啲咧學一個小樂講伊買告訴過，特別我俾每別人後邊都買告訴講。我嘛真係鹹嘅咯，即係我大 flat 嚟嘛，所以你知啦，大 flat 嗱，佢起行哦，一張燈開嘅，張夠咩嘅，我一張掉，哇 ，from morning 啊，早起使咩噶阿妹，所以真歹勢咯 ，because flat 裏啊頭一張啫啊，樓頂樓下幾隻出邊嘅咧聽啲嘅嘛。我真歹勢啊！即係有隔了啊，會怪怪啊，會聽話，我等老公真係歹勢，未出門。哎呦，幾神！我講聽，我冇落掉，我冇帶咗 record。Because my stupid recorder 啊，特別諗 continue 講我到底 Skype 有嘛？唔是阿你有嘛？即係 Google Plus 係 OK， 我到底 Google Plus 拖嘢聲出嚟。你嘛只夾，你嘛架即成個聽起來成個你差唔多像咯，你差不多啦。特別我 mother 名 in Hokkien 嚟啦。哦。Then you know 啦，呢年代啊，the mother 嗰啲冇咩 expressive 嘅，咁係向咩嘅比較普羅嘅係嘛？So if compare to 講金我人家己囡仔嗬，冇相關咯。你感覺到頂到個學你嘛會加驚嘅辦法啦嚇，你較驚嘅辦法。加當金加出來，加當然較無那減嘅，加加出來我係咪無相嘅？The feelings 咯，你感覺 love 嘅 feelings different 咯。即係對我 mother maybe 我是 more on respect 咯 ，because 伊 sacrifice 啊，伊有嘢getting 啊 sacrifice 那些哦，特別即係 the loving。part of it 冇呢 strong 冇呢嚇。特別較老一派人，較少 express 呢我看，較無。是咯，伊是無相嘅 culture，咱人嘅文化無相啊。但是講今咱人是咁麼，即係條 influence 啊，或 western 嘅 influence 啊。
較聽啥較聽較 openly express 咱見他講咱抱伊啦、尖伊啦，個無像我後生骨大漢呢，特別12歲半呢，特別 still 可能有呢抱啊、尖啊呢物件。特別講頂到咱點些萬那有。係啦，我嘛活到啦你。有時都啊，跟他有活呢，有命呢啊，但講讀個高呢，本讀個好成績本啊，本是OK 啦啊。你甲你講嘅小時了了，大衛比家呢？你會記得到你嘛？甲咩？你係咩？你是第一件一擺嘅經驗係咩啊？我嘛，即正是老一擺一rotan啊，即正是無。Not shy on the rotan 咯，就是講就愛拍嚇，是咯。But I think 細漢時較拍啦，個大漢個鬼啊接一中我冇拍啦。細漢時個細漢啊，maybe 10歲起。細漢佢10歲時個細佢10歲有拍啦，鬼啊10歲冇拍啊。แล้วตรงกี้แล้วเรื่อง較大漢咧是你家你嘛感情個安怎咧變咗做？我會使講有一站嘅時是。無咪有感情咯 ，especially 是 I think，I think 學中學是 quite rebellious 咯，就是講嘛都講個物件本是買做報頭兵嘅物件，出來做工了，站嘅時是人送成個幫聲嘢咧，一頭幫聲啊，對，但佢。後尾嘅時是講有家己有囡仔咧嗬，你佢會想到講 OK 嚇，咱爸母唔是講永遠個人咩嚇，即係個慢慢個再多轉去吹啊。But 伊嘅感情是講，即係真正like friends 嘅感情，我看有嚟 family 啊，因為 family probably 成個女嘅 family，我看女個你嘛啫，是啊 friends 嘅 family 嗬。你講 friendship 嘅 parents 都是 friend 咯。呢個關係感情被 build 起來咯。特別這邊是看爸母啦，你看你別講特單 ，because 我嘅爸母一落來本是較凊彩咧，我冇講成個 open minded 啦嗬。較無講咧，較老頭腦一種嘅家境啦，就伊一變做係啦，我當時成個嗱我媽甲我爸，你咪捌拄過哦。是嚇，咁咪是成個朋友是我人會講嘅笑上網出去啊，做隻我話對去吹人是較一時你看咯，老抓啊。然後有陣時教我頂到時教我馬甲頭毛啊，呢頭毛啊，伊來正大時啊，我就教佢夾頭毛嘅呢頭毛。有啦，特別看人本時，你唔是特人本人嚟看呢，無插你講你是較老一派，上面有人在性格無咩有遐一種嘅感情咯。特別有。我媽都我說我阿媽伊講基本是quite sick already 咯，破病啊嘛，都嗰個 I mean 嗰時跟阿村你感情是跟阿去改伊呢 ，because it's quite sick 啊嚇，伊表咩 express itself 啊嘛。對，對我本時看，我本時咱咪是無插啦安怎啦哈，無插感情安怎嘛，本時買，對。是咯。了。安怎本好跟阿 ，especially 家己講，咱個大漢呢吼，有會聲，咱會知道講life 唔是成日講，看到人一個人啊，你拜拜啊 ，go to no join the I mean pass away 嗬，then you realize that 哎呀 why 別去結交咧，細項物件。對。樣做物件本好哦，意思講啊，they do it at their level best 啦。你點聲是樣安尼樣做啊是。對。
แล้ว別人咧，別人嗰度較老一派嘅人看伊แบบ無甲行嘅辦法，咪無像政治。還沒來。甲你嘅嘛行嘅辦法，甲今仔日少年人行嘅辦法無像。無啊，我媽伊心情也女啊，伊無互我爸起手甲我人拍我人呀，伊罵爾啦，所以我人若是做啥物毋對啊，毋敢甲阿爸講啊，去甲媽咪講，了媽咪才甲我爸講了，互伊 even 互伊監我爸了到呢，我人才甲伊講。你咪 go through filter 啦。我嘛。心情真女，以前啊細啊，我人就是了嘅啦。若是袂蝦米啊，甲要若是知啊，要甲阿爸討就要知伊講袂使嘅啊，甲媽咪講後生了，媽咪就去甲阿爸講了，in the end 啊，甲了談了。你爸甲你媽咯，你比你爸較嚴還是媽較嚴？爸較嚴。我係爸真正嚴，我係媽咧心真正女，伊真正我媽是迄個古早誒一個啊outlook 啊，逐項甲了是互家庭誒。你今日上家庭，你就講，有時我去學啊，逐擺 recess 啊，我媽啊就叫 driver 帶去嘢。我賺買物件，互我人食，蝦米來顧我人嘅。我嘛真正使用我人嘅就是了。你幾個兄弟姊妹？我有八個姊妹，我人甲了我嘅爸甲我嘛有9個囝甲了啊。特別我人甲了，這部邊去講啦，我人真正 lucky， 真正 lucky 啦。我嘛真趣味嘅，我甲講伊過身了嘛，伊。The last 8年啊 ，before 伊過身啊，伊來大教我 ，because 我爸過身了嘛，了伊家己帶去 condo 去啊，我人喺咧公厝伊賣了啊，伊家己帶 condo 了，我帶去 KL 我未放心，我逐代志卡嘅phone 伊甲伊講話係咪啊？所以伊end我甲伊講你來大教我啦。這是到底到落 KL 本啊 ？KL 本啊？伊 condo？冇，伊 condo 去檳城，伊家己帶。伊家己大邊咧，甲隻Indonesian 嘅古早先是菲律賓咯，伊是用菲律賓咯嘅妹啊。我就是伊老了啊，伊成啊，伊若是有2-3位要去啊，伊毋是甲了去一日嘅啊，伊一日去一位，一日去一位。伊一日去一個 bank， 一日去過一個 bank 去 pay in 類蝦米啊？好菲律賓佬咩名？菲律賓佬名我嘛，我係講，將來咧借類啊，那期間咧借銀行嘅啊，所以啊，你使用菲律賓佬咩？所以我講你來大教我啦，所以the last 8年 before 伊過身嘛，伊來大教我了，就伊若是要我做工咧，所以若是要。就要轉去邊咧去看伊個condo，我係自己帶轉去。伊真使用我人嘅就是了啦。真正趣味嘅，我甲你講。伊老了，毋是講昆蟲了，伊成啊 housebound 啦。我嘛是 church 嘛是叫一個community minister 叫 community， 然後伊 every Sunday 咯。community minister 是。新加坡就穿紗嘅呀，我嘛大家我啲過伊，點聲我無 Sunday 我去 Saturday sunset 馬賽 Sunday 我無去馬賽啦，所以我家己本身伊食嘅物件，嗰了是我家己落手做嘅啊，所以食 breakfast 啥物將會互伊了，伊坐去 view 啫，三擺坐了伊嘛久困去咯，所以個面色來我嘛是甲伊講。咪起來咯 ，Jesus 來了，一開目睭起來看伊講，喺邊啊背一扶啊 ，Jesus 穿衫哩，我嘛是啊，我甲你講也趣味啊，我有一日我做工嘅點聲有時啊，我特別去怡保去 JB 做工了，然後
有公司的车嘛，所以我早早起就5点半到医保做工，下面搞了好事了，我再坐车回来。所以我若是去做工啊，我有请两个印度尼西亚妹啦，斗过，我日子都来外厝几日咯。所以我若是个车若是交甲几多了，我就卡电。我日子咯，我甲伊讲啊，我要转来了，讲半点钟。所以我若是卡电来，我日子都系个电话系 speakerphone 咋。所以我嘛我嚟讲我日子问我 Where are you？ 一听到我日子问 Where are you？ 因我日子 I am here。一家出名，我嘛真出名就是了。过时了我真正看心我miss 真济啊！所以after 伊过心了我写一本册。哦。一本册。哦 ，about 你買 ？About the family。哦。青你嘛青蛙唔是啊？青蛙當地。哦。我特別拄到伊個啲 church 坐啲綠節妹大妹 church 大啲left hand side 特別坐。你知嘛住啦？我知你嘛住。哦，搭一個 church 不知搭一個 church。I see church 啦。我知你節妹，你節大妹去加係你。maybe 我知本啊 ，maybe 我知本啊。青蛙當地使坐啲頭前頭一個 row 大啲left hand side 嚟。我講打俾我買啊！你知影伊幾歲把你甲學換車？48歲我把你甲有換車。你知蝦米事？because 伊歹勢，伊逐早起伊困車啊，早了伊去馬死就。伊歹勢，互我的爸換車互伊，所以甲我的爸講，你互我家己有換車，換車了我家己換車，你免安尼。你免咧早困車。我嘛有影真本事诶。出邊啊？你冊啥物？我要知無你冊。我冊啊。The title is A Daughter Remembers。哦，到底很咩？我做 one print 了，one print just on the first anniversary of your death 啊。了有村無 in the bookshop 無被 recall 了啊。我被我係 class 嘅 reunion 40th year reunion 啊，我被了 the money 我 collect 我去學 save the convent 嘅 fund 咯。I see。你有冇被讀當然裝錄 electronic version 哦？我冇啦，我寄好錄啦，我寄好錄啦。OK。免你寄咩？即係是 electronic。冇，我寄正，我冇 electronic 嘅。即係你唔要當我對面嚟寫是你個好話咯。OK。我看，我讀了出邊啊！了個等下個最即個呢冇啦，陣嘅講你嘛，你抄到到啲後尾你講好好啊！抄到冇啲，抄到冇啲，係咪講？係咪？嗱陣嘅講問你嘛？你嘛去先全部真係個係啊？我唔會啲嘅邊啊！我到嘅邊啊！anh cho mày lại con, anh cho mày lại con, y sa chảnh rồi. Bộ影啦，bộ影，佢做嘅。當佢沙塵了有？係咪啊？當佢是沙塵咯。係咪沙塵？係咪嚟？嚟呢邊啦！嚟講，幾嚟？嚟，bộ影啦，bộ影啦。哦，你做咩？做咩？你哋做咩？嚇！我做個家公個清子。做老雜婆，做阿四咯。做阿四。做咩？你睇做阿四都唔要緊啊！做阿四啊！你做咩寫衫？唔是啦，阿四都唔知啊。做咩啦？好，係啦，叫厝啊，厝字係啥物？話啦，搬厝啦。我都要搬厝啊，係當然啲橋掉。我搬去檳城去啦。我都要對搬對檳城啊。而家都對啊，檳城啦，秋豆。我 migrate 對去檳城啦。哦。好啦。正可能拍啦。哎呦，講緊你一句。冇呀，咯。
Okay，你講啊 ，Oscar，many Oscar 你 nominate 一種。好的。誒，一講啊，咱這邊是叫啥物啊？山地娃啦。啊對，這超導 many 是2015年 Oscar Award。伊 Oscar 上面咧湖嘅，一杯湖 Oscar 湖。Oscar Award 咧，我每可能愛買衫，愛買 second hand 嘅衫，我來弄。叫你後生去買啲係咪咯？買啲咯。eBay 咯，當結果一個 man 女去 man 學費advice 下，我學你話叫學伊個係你 link second hand 嘅啦，係啦，就對啦。超到啊！我會記錄講，你做工去 Brunei 點樣你買迄個 branded 嘅 handbag 係咪啊？嚇！你對來 KL 啦，有一個店去這邊幫衫位啊 ，branded 嘅 bags 啊，你買一樣㗎，你買啊，一樣買了，一樣去 refurbish 了，一樣買 in 一店嘅，你知無？我係你入幾年啊？路要緊，唔要緊 ，as long as 伊有伊個 brand 啊，伊人若是 in good condition，伊人甲你買起嘅就了，伊人買啊。我唔敢買喎，我唔敢買喎，我一個買嚇用安尼久啊，但係啊賺開做嘢就搬出時間，我翹起來，我好試喎，我唔敢買喎。當今買我看到當今樣買嚇，伊覺得啲本咧好嘅話，是咯。是阮啊。你嚇你買有時嚇伊山面路咧。臭豆，我要問你話，你講你買會告訴我。我買告訴我你，恁爸買告訴我。嚇，你對。恁母會買告訴我。母誒，阮老母是哪裡啊？你講到是？現在一個講。哪裡買都係。有啊，講一個講。我哪裡買即係因為我包哪裡包嘅嘛。哦，了。So，แล้วลุยสิตัวบ่จีบ่我是第二個。第二แล้วลุง做只ตัว啊，大隻隻。哎呀，講啦，出邊哈呢出邊啊？嚇。OK 啦，講就講。來，我閃咧，哎呀！你閃乜啦？我係識搖我係靠。你去你買到卡手扣伊嘅衫物件。你個刀龍啊，刀卡手，你刀可以啦。你刀卡手啊，伊買做我做兩三刀工就好咯，我感謝甲唔怪甲感謝。伊做伊逐項嘅工啊，我家己個問家己做甲數。做甲嚟，超大，你買嚟學骨啦，你驚有心要甲你刀卡手，你個講安尼款。嚇，你甲講啊，你甲知啊，伊是刀卡手，那伊刀卡手是一個 limit 爾。係啦，咱愛欠人時，咱愛欠人伊嘅時，甲是叫刀卡手啫哟。但是我咱無欠人伊時，伊到對面頂地。嚟講你買啦，咪大麥講起。大麥啊，我嘅大麥是高我大漢嘅。哦。แล้ว我家己嘛生我了後，because 是人愛做工嘛。嗯。แล้ว我嘅大麥高我大漢嘅。แล้ว我大麥有三個囝。我咪你大麥甲你生你嘛是清茶灰聲清茶仔。清茶灰聲，應該是6-7歲啩，差不多是安尼款爾。無講清茶就濟啦嚇。啊，無清茶就濟啦。特別我老實講，我8年以下教做人本啦。嚇。都我當時做咗隻個，我嘛大嘛這房間，我家己嘛這房間嘅，所以我是做咗隻個厝咯，แล้ว我爸有可能看到做人，我變咗係小妹就係有嘅啦，特別伊家聽無嘅咯，家聽無啦，伊你知要那個嘛別講，伊又無講佔，無講佔一邊嚇。伊無佔。伊好數那好過去都算。咱若是毋對時，咪白白罵啦。你都毋知我爸就好命。咩做？一個呢就停牙背，一個呢就洗碗停菜，
上 A 個就夾地殼平平嘅了，我但係得咩 WiFi？我講好嘅嚇，你多咧，因為一多咧蠻內保喎。嚇，แล้ว我個劍嘛是成วันแล้ว做工嗰時我ตัว嘛個位。做工是做出去外邊做工啦。出國咗做工對，哦，做工。แล้ว嘅時แล้ว就為個咯，我三年個對我未歹啦。你三年個是大馬嘅。大馬對。你一個幾時人呢？嚇？你個幾時人？你嘛是個幾時人？你一個？我是你呢？對。哦。แล้วค่ะคือจะปลาอ๋องพวกนี้กับลูกกองจุปลาอ๋องว้าล่ะโอ้ว่าใจว่าได้เสียหันใจ就好啦ว่าได้เสียหันมาใจ就好啦你驚啊แล้ว你จะปลาว่าได้เสียหันนี่มาว่า3年個嗰時ตัวมาว่าได้โซโบยมา你等陣我想下你是唔是翕小影嘅時間？OK แล้ว我爸正西洋話本來，because 我一個雜話嘅事啦。แล้วอีบุ西洋話馬本咯。嚇。特別係我個錄講係我爸西洋話馬本西洋話嚇，我當我當部隻咧死咋。哦。誒呀。แล้ว這是正 normal 咯，這是大人嘛是，you know。嚇。啲人會未怪伊嘛。對嚇。แล้วลูกกับลูกตัวมาไอ้กำจังกันจ้ะ OK 啊。อีกอลู冇講係咩嘢啊？OK 啦，因為教委嘛個感情個本來好個，而家小咪就唔去做工嘛。個點寫個本來做啫。嘛嚇，冇咪多處嘅。因為教委個樣本 OK，我冇委個教委框，教委驚。我大個教委大數，喂大數個教委驚。嗰啲成績所卡邊嘅嗬。係教委驚喺度。因為個樣對我 OK 啦，我個樣淨係別睇本。有時人怪顧嘛，特別看你出來人，本來白本，但是講你爸教做人嚟，尤其是個內部嚇，你特別教做人做得亂嘅感情嗰邊呢，係咪？但是佔兵嚟講就假咯。有時會笑咩？啊啦，家己想一個波都會笑咩啦，個人攞嚟波。對，了有時嗬，伊是目睭冚冇看到，如果佢聽無，你聽到咧，夾出去嘅事。夾走嘢嘛，夾走佢咪冇數啊咯喎。如果是講佢係咪啊？有時人教到本人教嘢，你咪講啊。有時本人教，特別話係是細漢啦，冇未曉個嘛。個大漢咧就變老了嘛，佢愛教到係咪？有，แล้วไว้ป้าเสร็จในห้องนี้สุกัดขี่ไว้มาบางกินขุนสุกัดไล่ไว้ตัวมาบางกินขุนนี่ฮะเนาะอ๋อยังในห้องนี้โบลุนอีสานก่อนล่ะชูซาซีเก่งปังเก่งมากูจ้าเราชูจะเจปังเก่งนี่มาแล้วนอนจากบ่ตัวเจปังเก่งเสียงตัวเจปังเก่งอ๋อแล้วรู้อุกำกัดเดียวกับรู้มากับรู้ตัวมาไอ้กำจังอยู่ใช่ไม่ชิงช้านี่ดูแล้วรู้講ครับ食本真好我嘛有時本有想到我大嘛本呢有時啊新正面啊แล้ว有時會累啊買物件互伊咯แล้ว有時本會燒賣有時為着蝦米物件燒賣啦用燒賣起來啊แล้ว我人就未曉唔知講為着蝦米事嘛แล้วแม่啊下禮拜冇講話嗰陣佢就講話對咁咯趣味哦我人看個關係去啊即冇講食奇怪嘅物件是無講食特別本啊。แล้วแต่ว่า講起家境無像，但係我比如講有你家境伊嘛較鹹係一種家境，你感覺你了啊這青椒嘛是較女嘅，你嘛大嘛加你家己嘛是安怎呢？我內嘅嘛係哦無味鹹話你知，我係巴鹹。哦，下少少啊。巴，我甲你講我包，甲你講哎呦解咯我巴。你巴是甲你翕照影嘅，一間呀，做者翕照。你去甲得落呀，你無 feel 到咩啫喲？伊講你去看戲會使，我就你去。你講未對也好，我就你對。你講你哇，就班你應嘅喎。你個一個查某爾嘛，你查某王嘛，因為你查某王，你21歲時個。
叫伊咧来 cater 类我在记啊。我嘛遐甲不要紧，有时我嘛想讲我人要出去啊，食咪咪啊，我嘛不要紧，我爸买就是买，我甲你讲，我无你甲顶毛巾啊，我个晓去人我翁者，人我翁讲去往伊个 friend 啊，我个 friend 啊，面可能唔样个了，我 boyfriend 伊个 friend 者，แล้ว我甲你讲啊，我because我一个 ex boyfriend 啊。我嘛你就无讲，我嘛真凊彩人啦，真叫咩啊？真无讲爱你看，你就讲太好诶，你知哟。你 boyfriend 也好，你插对我我看好，我无插你，我去食饭也好，你去看戏，伊本无插你诶。比我爸呢就是袂。我有两三个 boyfriend 啦哈，特别我爸遐硬跳人线。because 我爸無暑假伊嘛。可能伊看到伊個。個當金啦，特別我爸好了，你知喲。我甲我媽講我要去，我媽佢講下你去，我無甲你爸講伊講。佢做我，伊看伊啦，面啊，我媽會。特別我媽對我 OK 啦，有時講我大媽。because 我大媽對就我較濟點聲，แล้ว我見嘛就無咩啲嘛。แล้ว有時ไปขี่ตัวดูไก่กล้องหาอีตัวโอเคแล้วไวปลาจะดีนี่คนนะว่ามาบ่มีทันคอมเพลนอ่ะบ่มีทันฟ้องพุ่น because it's just normal เจจับบอนี่คนเนี่ยรู้ใจอยู่เอาเองแค่แก่กอเกียอันนี้คนจูจ่านี่คนไวปลาจะเล่นเต้มันหมายรู้ใจอยู่ลูกขวาน่ะ有時我กับไวปลากี่ปีจ้ะอีกเกี่ยวมาจูปุ่นเหรอก๋วยเตี๋ยวเนี่ย煮食啊袂，把你買菜對奶就要，菜把你買拿下掉啦，伊叫我買煮飯就要。我冇問伊咯，我講，你知我叫我爸叫咩？我叫喇叭子嘅咋？喇叭子冇食愛食梅。你個為你嘛啫。你我講你冇食愛食，那時講你俾食，你等啦，我講，你諗咩咪？ท่านั้นอย่าตื้นนายแต่ไปจู้มาแต่ไปเซมีกันแล้วมาแล้วไอ้หมาจูจะก็กินจะอยู่ว่าป้าจำสักการแต่ไปจับปุงเนี่ยก็จะกินปุยให้ก็จะ學使เตะ哈學使你จะอยู่ว่าเขาลูก講ว่ามาสิ對ว่าบ้านสิ真正好啊จังอ่ะเตะเขาแก่เป็นตัวละแก่เป็นอันนี้อ่ะว่าเขาลูก講อ่ะนะสิ講一節啲喺你提議為เขา收หุ่นยี่ตัวไปกับอันนี้หุ่นปัวเป็นหอยว้าในคนนี้做ไว้ป้ายบ่กันเนี่ยจะไป學細嘢。攞你本隻呢？攞你本呢？攞你本呢คนนี้。攞你本呢คนนี้。做個你若是看啦，當今這項大漢看起啊，你就是按照影響到你自己做埋。我當今我本嚟學細位硬。本對掉。本對掉，特別你位硬，伊講話免你學細，แล้ว有時哎呀，你做บ่แล้ว你做人嘅嘛。พวกหามีกันแต่พี่เขาใส่ก็คีตูบ้ากาสิมันร้อนแน่ละว่าชูสาเลยตาปอรู้ใจว่าจีจับบอเนี่ยเดี๋ยวว่าไปโจกับมอซี่อ่ะพูดดังยังอ่ะแต่พี่ยังใจก็ไอ้ว่าโจกับมีอยู่สิยังไอ้โจอีกินติมันก็รู้โจแล้วกินโบติมันก็รู้โจล่ะ啲嘢見歪起啦，或者你見回家去我就唔愛猜伊。了這個咧，這個嗰個在邊咧學嘅，我個做人猜就對。我成日看你攞紅證我就 OK 啦。攞紅證就耍下。我expert 啦，我你看哪來啊？啊你冇對來啊，亂掂啊，แล้วก็ได้學ตัง咯，我學，特別我ตัง咧貴，我學只吹貴啦，冇嘢。就冇數啊，是啊嚇。陣間你要去落河咧，我去停。一在喂，你睇有時嚇我不啦，陣間我白白出去啦，有時我去熱燈啊，有時去 shopping 前落擺你看啊，你再叫我係咪有死人老虎乸惡到死啊！真係咩喂？你就話講嘢係咪哟？讓我哋大隻啊出兵啊，你就我大啲小咩仔？就係講啊，我將軍佬了，一出兵了。最。
不拉真機嘅你買啊？我你是白半啦，嚇嚇。你知咩事喎？你知咩事喎？係咩事？我講嘢內時候出兵啊！你看你以中國上次我叫你跑腳你白了，你車腳外白。伊是鐵字槍白字。啊！你看下一點點愛練地話，咧我就未咯。我講我這個是老好嘅妹嚟，你問立我你就死嘅喎。立掉我就死啊！我點點地咯問，我點點都問做人我假喂，不拿戰機隨機用佢。係你啊，突然殺咧。個殺咧。哇！我覺得很屌啊！笑即係攞人七字入面，但係你講七字入面。七字大悲字，槍白字。John 啊，喂，我聽不啦真嘅啊，個白飯個什麼不啦真講話，伊人成個朋友啊啦。是咯。啊？像你看呢，有時我驚冇像你看呢，你看伊有時啊，我喺你白飯啊，有時有查某吹伊嘛，你條女做咩？我就打你看呢，你個伊條命我死仆。街啊！你唔好搞我啊！我同你講啊，你顧住你個darling好啦，你唔好理鬼愛講。darling 你是有人啊，人做。你話你命乜幾寶？你啦，你看你講麻嘛，你話我驚命話。會啊，接落來攏是成個朋友嚟講話。成個朋友講話咩？對。我問到對啊，這個曉樂。抄落，佢哋咪嚇，曉樂，你當今㗎，那時講你講你嘛做隻，你對邊靚啊，上面時你講你做你嘛做隻 S 是做咩物件咯 ？activity 咯是做咩？嗰時多厝呀，冇去到位，我冇朋友喺度外口。啊？你朋友冇朋友，做咩事冇朋友咧？招啦，可能招尋人。哦，你講咗呀 ，sorry 對你啊，我驚呀，真好料喺哪裡？我係朋友啦，我查到是老人少嚟咯，我係梗係湊埋朋友嘅咋，湊埋朋友人佢冇飛啦，我湊到係咪？係啊，佢夾就掉啊啦。係啦，好似湊係老姨啊，老嘅啊，潮個半死老姨嘅面個樣嚇，伊湊咩喎？因為路人呢嘛，路人會講嘛，路人個路個女囝人會講，然後路個女朋友會講嘛是會咯，嚇，是啦，那是講你媽個女媽，那是個女囝個路人都未講嘅，伊就會去參女朋友啊對。就是特別好嘅就係伊參有時往出去食啊，就咩拄着我朋友面個人哦，伊參伊本嚟個人夾嘅喎，伊本大家一份落去，伊冇參看女朋友本啊，女朋友那時講參來參去，本是差唔多上至碰沙嚟講，咪是計傾咯。所以人會夾會你冇嘅就要，如果是我麻朋友來那個心了就要。特別我驚人別你看咯。我要再看這個不是你曉樂㗎你嘛平時你就是講到厝嚟講啦，攏做咩物件 activity 我要知，攏看戲啊，看戲。看戲看無早，咱真少講話誒。哦，咱看到咱只這邊咧，學見咱幾那人呢，少人呢，咱個甲咱嘛會感情真正無相個了啊。哦，當然無相。你有啥個你嘛當然個拍電話來 check 你九點時。我有時啊。阿妹，伊知我做工嘛？你無早起拍來咯，阿妹咯。伊當然 still 有拍電話來問你個啦。有啊，你嘛真正殺人女啊！我看，伊真正即嚴特別，伊直要 check 看你 OK 啊，係咪物件係特別？哦，特別。我感覺對伊每物件 somehow annoying 啦。安怎講下？安怎 annoying？想物件咯，大細漢每個馬路本是每想物件。長尾就把尾。關心你啊，關心你。關心啊，真係。每日鬧卡蛇冇啊尾。嚇？每日鬧卡蛇冇。我係妹啊！你問講啊，我係妹，我哋物件哦。
喂妹啊！哎呀，你看啦，你唔是无看过，讲快点呐！我讲给我他扫扫的嘛。係啦，QQ 就嗰咧，你 QQ 嘅等等嘅，反正啊。頭毛講話，爸爸正面咁你頭毛哋等你啊，佢講話。你個頭腦你冇錢。你頭毛等就等啦。但你合俾我試嘅，冷你真係住家住嘅啊！誒，你喂搬你，我搬你掉。係咩？哇，好挺厲害哦，炒豆。你摸嘅有名啊？係，我表 DNA 找出嚟。係，跟住隨對 DNA 咯，係。那今年Mother's Day，那 Mother's Day 是幾時？可能比較少。我個月，係個月哦。嚇，我是這個是方式就是我 Mother's Day 咯，就是我每你 Mother's Day 時候做咩特別嘅呢？抄這個曉樂。哦，曉樂。冇喎，因為你冇啦，OK， 我問你有做蝦米物件？你感覺到你 even 到你真 annoying 那樣事啊？你感覺你若是講你做蝦米物件，你嘛會真歡喜嘅，係咪？買物件可以咯。買咩物件？你是講咩？嚟，因為都無相位嘛，但有嘅物件都邊人無嘛，所以有嘅物件 like bag 啊，衣類 bag 啊。特別買咧就無用嘅，燒起來，佢燒起來。哦，特別暑假啦，我歡喜。哦。你咪是去不到對邊個時候去解燒掉，解夾幾年，到對哪一個幾好一個一擺。阿 John，，reback 可以啊 ，reback。解 backing 啊。一下啦 reback 佢咯屌，你冇你感覺你學你慢下你咪其實你第歡喜啦，伊是第歡喜啦。伊是下款甲安怎講啊，甲 stereotype 嘅人啊，then 因為讀冊無濟嘛，then 伊educate 我係係你。way 是較無相啦，就是講嚴咯，伊敢若在用伊要加入逼加入做人做好好就對啦，無插安怎本是較嚴就無乜人好啦。你嘛有成個淡仔學比講你看較無成個講會 express 成個講西洋路啊，看南路無好啦。伊是樣款嘅人咯，伊就是用伊嘅。嚴嘅法來 express love 所以講西洋都係咪貴？你家己怪怪的，我到係咧搞我都耍啊，你係好笑。安尼看咯，伊是伊本講過一句話本啦。講咩？淡仔你講一下我講。哇！我看我會做你罵你就，我就了解你罵是唔是啊？對咯，因為伊。就是安尼看啦 ，from 後生囡仔到巴魯本是想未假就是未假啦，苗緊咯，since 安尼幾年啦嘛。對，你感覺到你做，若是講我蝦米物件啦，你做你成我你家己做嘅 achievement 啊，你家己談嘅物件，你做到蝦米物件是？想到你嘛，哎呦，我那是背，我那是為咗嘛，我特掉就被成功啦，有冇 ？Yeah, if not for 是伊細漢時無肯教我看我一馬路無那款嘅 result， 無那 achievement 咯。哦，對啊。Yeah， 因為 I still remember 過會記 there's one time 有知道。佢哋乘法表啊，乘法表，你叫咩啊 ？multiple，佢哋 multiplication table 啊，無讀嘛，then 愛佚佗咧無讀冊，then 伊本嘅電腦掃咯，then 掃到面，佢哋有一畫大鼻孔啊變落來。哦，Jessica。Jessica 正長咧無去學長幾日 ，because 喺學 Jessica recover 先嘛。了，應該會記掉。
就是安尼看咯，and then 就是甲读册物件啦。你曉咯啊，當今啦，你就甲伊講呀，你安尼掃啊，到底Sweden你坐卡久呀，甲這個對，而家真真無想，特別要教到伊喎，等教到伊啊教喎，等於嚇，係學掉。冇辦法，我那時候對我冇辦法，實我mother 吼，伊家己 mother 哈，伊特別說媽，伊家己 mother 哈，本唔是講就款，I mean very loving kind，老本是真係嘢，沒有講十嚟驚，then 生無過，just no。咁但係本是驚，本是有 abusive 嘅 family 咯，所以伊是做伊。伊會曉嘅物件啦。Yes, at her best 咯 ，at her level best 咯。對對對，其實啊，伊根本未曉講，佢講西洋啊，咪未曉 ，because 伊是做工，伊做工拖，即係拖做工拖吼。然後你囡仔是個了是伊未曉 express 伊 love 啦，但係講伊個係曉用嚟咩嚟 express 伊關心咯。對對對。But you know sometimes咱 Asian the old 較老嘅generation it is not the done thing to express openly your affection one That's why 我聽浪去 sharing 我嘛無想 because 我嘛細漢嘅點聲she grew up in a French a boarding school in Bangkok boarding school 一大嘅 so you know French more expressive no so some why mother that's why 我人家we are very open we express our feelings our affection why mother until 伊過世嘛細漢到大漢我伫做工伊大到every time 我若是要去做工我就簽伊手皮一擺我講媽咪我想去做工啦伊簽我到對伊講 I love you you take care 我嘛 every day without fail 伊甲我講安尼那無想啊，那也無想 because 伊細漢伊細漢嘅點聲he grew up in that kind of environment exposed to it he exposed to it 但係是阿 John 講伊再講無想 generation 是阿 John it has nothing to do I mean 伊無佇大家 generation 嘅伊有佇大家迄個人嘅 experience 伊人 the life experience growing up 若是講一個人啦無插是你媽甲你爹甲，是講伊細漢嘅時，伊有父母赡養伊、了解伊、女嘅，伊都是會曉安尼咯。是講伊若是細漢嘅時無人插伊，個更加互人罵，了伊 environment 就是安尼款嘅啊。伊安怎本好伊無插女是有捌字甲無捌字，伊無插女是。kami generation 無關咯 kami generation 伊can be 當今嘅人當今嘅20幾歲嘅人特別因為伊嘅古早伊細漢嘅時伊都是安尼款嘅伊爸母安尼款教伊嘛是安尼款所以伊會曉安尼嘅物件咧了有嘅人呢伊是 also 對individual 啦安怎呢有嘅人有嘅人伊 go through 安尼特別伊 realize 講伊要轉到對嚟 treat 伊嘅是別人嘅父母對伊人是安尼款嘅，了伊個就有看 in a different angle bigger picture，了家己就所講家己嘅 personality， 若是講人嘅 personality， 我袂使 I cannot use the word weak and strong because it goes against the principle that I do for counselling， 所以袂使安尼款講。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weak or strong personality， it's individualistic personality 啦。所以伊家己愛換。If I change
伊就會 move out of the vicious circle。我一個朋友 break the circle. That's right. I For agree with you. example, if 我家己本身啦，OK，那我真係I'm more expressive towards 我家己囡仔咯。我個上個expressive 講我loving thoughts for them 啦。但係邊呢講係under stress 嘅時候，就講真係diet係咩？Also, what mother pattern of teaching that means 用講嘅 pattern 啊，sometimes 伊本會出來。所以像我本身是有講我嘅囡仔，伊來說講做物件做唔對啊，什麼物件拍破物件，是做有陣時我嚟講 stress 起來啊，我會講樣，所以伊會leak出來嘅咯。even though 你想講你唔愛變哦，有陣時伊會。It's subconscious. It deep inside is subconscious. But you know what is the difference? When you 如果是做安尼啊，你自己明白 you realize that you are that way, so you know how to stop yourself. 是，過後會再講你會 conscious 就係講對講囡仔是唔對嘅咯，你自己明白啊。是講你有安尼做對啦。這個是真係平常，真係 normal 嘅啦。特別若是你講過後，過了，你會使甲伊人講一聲 sorry。Actually, it will nullify the whole thing. So it may carry on 咯，你知哦。Instead of just 大點講哦，是平常嘅啦。佢走去馬本講，我同佢講，伊人唔是安尼款。但係講你講下你嘅經驗。那是你要問我，看我媽做。你都想排？你去問無毛白就知啊，無毛白驚我媽驚個。所以你媽真係驚咩啊？我媽真係驚，你知古早嘅事啊，伊人個了 make a joke 啦，你知哦，做一個 joke 啊，講啊，你知人嘅厝哦。妹有一個狼狗你曬係你白係啊，咪安靜嘅。Beware of dogs。對。伊人就佢make a joke 啦，講我係厝嘅啊，就是下次同我買小嬰啊。你了啊？講jangan datang ibu garang。出名了啦！我媽無老人嘅，伊命人嘅啊！我會記啦。我講我細漢嘅，我唔是細漢啦，我讀冊時啦。แล้ว嘛是即個答波唔知大陸位我唔捌伊嘅，我 actually 我唔捌伊嘅本嚟。因為伊搭bicycle來我厝你知哦。然後啊，特別唔是無毛白嚟，即係唔是無毛色白人嚟，即係是白人嚟。伊搭bicycle來我厝咧，搭起搭落啦。然後啊，到我啲做 homework 你知哦。大啲我嘅厝嘅邊啊位啊。我有壓誒 homework 要做嘛，對哦。我嘛是大啲後尾為阿摩蛋長嘅卡位哦。我嘛去做我 artwork 嗰邊咯。然後你長樹長摘掉，我就冇看到你人搭起搭落嘛，對哦。然後suddenly我聽我罵咩人啊？錯見啊！咩？你人啦，講下咩樹？你弟弟搭起搭落啦，安尼款你知咯。然後你要吹住嘴，然後你搭波度講你，我個未記伊係人字名，係咪？特別我記講係囡仔嘅鏡人，你知咯。搭落搭嚟我唔知。然後時一度咩？伊咧是係人該要吹我，伊講你吹咗咩？你搭車嘅人你對上去搭車咩？我佢記過，然後我聽到了，我睇咩？我咪是安尼款想去看咯。到尾是行來後尾，因為我係咪數你去荷人攞地址叫人來找你？我講我同白伊，我出開地址。我那時伊講
無你唔捌，伊安怎伊知我你大隻邊個會知你名，佢知嚟，你知啊？我叫名，我唔捌迄個人嘅，你知啊？哦，然後我就知講伊真係惡嘅名人嘅。你講話一個你講話boyfriend 你啊？我古早嘅時啊，去拍 tennis 去 sports club 啦，我有一個我冇時間伊嘅啊，伊大把伊點嚟隨我，先你想海邊啦，佢 entertain 伊下邊。因為啲我買去買 encourage 了，伊來啊我唔敢落來，我嘛講。咩啊？你落去甲伊講啊，講我無地啊，甲伊講我去 discourage 啊，我嘛真正地啊，落去甲伊講，伊先甲伊講我無地啊，我嘛去甲伊講，伊叫我甲你講，伊叫我甲你講，伊無影啊，伊無地啊，然後 after this guy went off， 畫一個walk 個 meter， 我嘛起來，伊甲講死啊 ，because of 你我明仔載就要去 confession 啊，伊講你叫我去甲伊講大話，我就馬上我就去 confession。啊，就比你嘛個叫，你嘛特別去Ploticus Church 去食一年啊時候。講幾年咯？伊大啲合併 about 伊去是80位幾年時啊？冇，伊 by the time 伊80位的 last 8 years 伊大 KL 搞完了。那 before that earlier than 咧是其實，到啲邊阿咪到啲Ploticus Church 是 about 到幾年？90冇啊，較早個啊，80幾年啊，80幾年嘅點先？哦，80幾年，I think 90年個有試過啊，有啊，青枝。有90年，伊96年才落來 KL 度搞啊。我會記講80幾年、90年個有試過嘅。我係嘛正趣味就是啦。我要知看看喂。哎呦 I miss her so much, you know. That's why what 寫嘅 book is like it's a rite of passage that very cathartic for me lah to you know get out of my. 哎呀，我要讀。แล้ว你當今 even until now Mother's Day 是你想掉的嘛？我 in fact 唔是講 Mother's Day 啊。Sometimes when something like happens to me 啊，成日 recently 係carjacking 啦，或者是劫賊啦，還是係咪啊？I talk to her, no. I tell her my trouble, no. I know 我解講啊。Me, I know 我睇當今我在路去 heaven 啊，路 pray 下我路過啊。所以你成日愛有蝦米物件是你就想到伊要解講咧。Yeah, because 我若是一個古早伊家己住去 condo 嘅點先啊，我做工去 KL 啊，我 every once a month 啊，我早困 Saturday 啊，無做工啊，若是無拍球啊，我 once a month 啊，我就困車真啊早咧，我就換車轉去檳城啊，แล้ว我 telephone the night before 我咪路明仔載啊，路去馬車轉來啊，路問去 market 路問去食 breakfast 啊，我轉來咧，我坐路去食 breakfast。แล้ว我出這邊6點半8點到9點我就到檳城了。แล้ว我人去出去食，แล้ว大擺我轉去我困去 master bedroom 嘅伊係 double bed 啦，แล้ว我兩人就講我拍殼啦，拍殼，上來拍殼咧，我講我了，喂冇聲，我變去，咪都困了啊，我講冇，我咪困了啊，咪困啦，起來啦，個愛車，起來，買了我咪馬仔要困車咋，明仔該 continue，未，睇到我講無了個，你咪起來聽我講話。你哋會記你嘅家裡嘛嘅 memory 係咩物件？
有 a lot of memories 咯。即係就 cherish 都就係想到 now immediately 佢都想到你搞你買 moment 就係想咩想到咩？我人學過真正細漢啊。Every August holiday 有放假，我係包到台灣去Penang Hill 啦。大一個 bungalow 邊啊。แล้ว去Penang 嗱你 bungalow 有貴嘅。咁แล้ว bungalow 有貴嘅 Penang Hill。我係小妹啊，我係專業嘅，我落喺度去騎去嘅，馬上嚟弄個我係巴個位馬啦，我落佢去中，我係馬一邊，我係巴一邊呀。然後就講話啦，我係巴度講，哎呀，好了啦，成個糖咧，咪插亂，咪插亂。我係馬特別 entertain 我人啊 ，because 我係個我係知嘅啦嘛，去嗰邊啊，攞禮拜特別呀。斜去做 homework 去讀冊啊，所以我攞人冇幫人嚟做嘛，我係咪教我人去頭打麻將？哦，拍麻將。That is the best memory I have because 一教我人打麻將點先？我係個我係知嘅，冇 share，we don't have to share，嘢我係個教我係知。這是亂個嘅 moment 啦。這是你借啦，一借啦。Another cherished moment is 我咪結婚嘅點先一千億重衫啊，燒起來又tissue paper，然後去搬炒豆成個路嚟俾搬住嘅點先嘢就嚟呀，所以呀我講即係是你請你做事了第三日是請嘅嘛，我咪講嚇，我講我都會請啊，講話你會請看啦，請啦。你那是請好路去，我請啊！伊來年啊流汗，偷起來是來年掉起位。來年啊，這樣嘅過了啦，唔米哦，過咧伊球啊，相當嘅球啊。對，伊成個 dissolve 一搖起來，可能就可以。伊成個呼起啊，掉起位，幾十年一個唔好呵。แล้ว當我個每對個即係 hobby 呢 hobby 你記你 even though 你 relationship 是冇想 relationship，but 你 cherish moment 你想到你家裡嘛，就係點想one or two incident 你記得咩 ？hobby 你咪 mute 掉。Oh, for me, not much memory. Just maybe one birthday time. 到有陣時煮米線王食。that is because family 唔是講真嘅quite we are below average at that time, so every time you在度煮好王食米線 then which is like the whole one day suka like 米線會煮乾喏。你會記講你厝你幾個 sister 喏 sister 啊？係咪你幾人？我有三個 sister。三個 sister， 我四個 sister all together。四個查某啦，四個查某。แล้ว你掉咩事地食啦memory 叫哇because 阿咪物件細漢物件本獎大漢物件本獎啊，所以獎㗎，獎㗎了。actually 我 father 冇咪講話，冇真 is the one 都好兵嘅，我 mother is the one that is very game the father not game， so when the father 咩事啊？我 father man 咩 ，just 嚟講話呢，我會驚，會知會曉驚呢。你 mother 講，但係講嘅別好聽。關事，我在西吧，去西吧。這裡呢，不，我有食到是真係 surprise，I don't know why 伊無起哄。我本是真係交嘅 quite crazy like quite rebellious. I met somebody a stranger on the road, and then 呢個人跟我講伊無胃大。哦哇！
伊无为大，即係講伊，我都未記得聽伊個。So I just bring that man to come back to the house. I said, you come and stay at my house. 哟，你老人啊是老人啊是。我 parents 冇，我成日講我媽真係唔係起嚟講嘅，係點？佢冇講，所以我在帶住講that is the only time 啊，伊唔使做咩事，伊冇講，伊冇講我。你必調車架啫。調車架到咗做，是嚟 for stranger come back to stay in the house。伊是老人啊什麼？老人啊是。少年，我少年嚟。哦，你按照幼兒園多啲處啊？我一嚟多啲處，困我聽，看一日，然後你then go off。哦。不是，但我 I met and then 講he miss 掉伊嘅 bus，什麼咧冇會困 for the night 啊？哦。我笑嘅。我梗冰了都。或者是一刀啊！我教講物件本掉命，物件本掉牌。一刀你冇，安尼冰嘅。是一刀呢，做個小隻，太鬼條掉車嘅。嚇！你話車嘅其實比較高啊。小個鬼頭。救命！即係條落咧，你成個 memorable 咁你買單。memorable 啊。本來好見第幾 episode 時，本來是條車鏡是最 memorable。對。本來好見的是，哎呦，趣味咯，本來好見，是最 memorable 對我人本來好見的，聽老鳥人會記啊，這個是曉樂的嘛，就大家人知了，就是你聽定到。電推聲咯。電推聲。你就笑到你罵啦 ，OK， 特別咩？你 clear 你罵，我講你笑到你罵，笑到咩 first impression 是他笑到係咩物件？咩人？咩你是唔是這件呢？哦，別怪，這個件。然後一記背背學你罵Mother's Day。伊冇用嘛，你說背較慢基本比較緊，特別背可以歡喜。伊條看票哦。伊條看票哦，佢對比你咪嗰啲古幣嘅，還是白煞嘅啊？冇票本 OK 啦。安尼真正比較辦嘅，都係一模樣，你可以歡喜就嘛是好。你計講邊咧學見啊？定到對你咩話係啊？伊知唔知邊咧學見？你都偷聽你幾年，伊知唔知？知啊，特別。是講我有 recording 嘅時候，我是無落互伊聽咧，然後我 skip 過咯。哦，有聽平時。我因為伊坐車時，我有放迄個 pen drive 去車位嘛，咧我有落嘛。你無錯路啊？人講臭話咩？無啦，伊本快歡喜本啊，聽你基本老作啦。哇，你話得好，哇，變咗啦，你這咪是你 cherish 你 moment 咯，就係聽變得學見。即個你即個錄啊，互伊聽，你他是即個時啊，你坐車互伊出去送伊物件食，去出去食物件時，你互伊。Mother's Day 是幫佢聽這 episode 咧，好 be back 可以。我驚伊拍嘅，講我特教人講我咩路啊。誒，不，你頭落起來啦，幾好啊！咩路係諗話咩路？你即個呢？得不啦？真機。物件咯，你學女咯，係物件食物件嘅學女？食物件是學女，我看伊是來講。冇啦，是講學人食，學人可以女呀。冇啦，計命就掉得啦。攞隻水。計命就是 biggest entertainment 啊嘛。依家就係貴。即係伊是個夾帶嘛？啊咩？定啲帶啊，留名啊！你抄到你細漢時你會記㗎，你大馬㗎你嘛有合啲，I mean memorable 你記。我嗰時我爸只屬個潮灣去釣魚嘅。แล้วว่าหมานี่จะจูโลลาซิลมาอะไรสังกัดปินิกอันนี้เขาต้องใจอยู่ไอ้ลูกเจ้าวังขี่ตัวเจียวหัววังเจจุนขี่กับบอกเขาซวยวะ都是บอกเขาซวยบอกเขาซวย是不เจอจ้า不
不知道这也无靠算。钓湖，你講釣釣湖咧，佢對嚟要渣渣，佢個暗暝對嚟揾咯，你有時釣無半隻對嚟。你有時咧就會釣條湖，釣佢哋叫咩啊？湖南媽。湖南。啊，誒，好食咯，湖南媽。啊，個對正咧睇個半絲啊。一隻似啊。我隻係懶。一隻你俾睇個半絲。隻啊，要啊。誒，隻啊，好似又喂馬，你看煮個半絲啊，曹王記就咪吧。一釣到好短嚟咧，依個就睇嗰度正啊，王隻好似哦。哦，美國當時釣冇釣，有可能應該佢放棄。啊，未知啦，未知。我係多氣啊。我就當時就是去釣湖嗬嚇，就是喂馬咯煮啦，了夾你啊，話夾盤啦，夾面嘅了，成個便利嘅了就要。真趣味本嚟啦，特別像姑姑去一道啦，因為你愛去一道，你看釣湖嚇，真濟點先要做真濟物件嘅咋。有個一世紀嘅了，我甲你講啊，個大啦，個滿啦，而家是你去厝喺海沙坡節嘛。對。啊，真大本嚟啊。加工咧，加工第加工咪mute去啊？是走去啊？我有啲哈哈，你想下你咪冇乜想到你買是蝦米物件你想到？我想到係嘛，好那是無好誒。好不好？一個好，一個無好。一個好，一個無好。兩個。即種你是你想到你買是你想到蝦米物件咯？好一個無好講。好就是伊真正伊 sacrifice 一切啦，我人養嘅事啦。了，我會記講，我係好細漢啊，我真係夠做惡夢嘅，你知哦。了，但係我若是講我惡夢呢，我就好咋，了我夢就過來借我困。哦。了講我若是講我人看病啊，是蝦米啊？伊借到我人驚啊。都講啊，我細漢嘅時我特別講，我特別想講啊，我看下我係cousin啊，看病時哦，伊人啊特別著名哦，若是看病時啊，伊個媽啊夾迄個藥互伊食了啊，叫伊問安尼搞茶啊，問個餐個，唔是問安尼搞，屙咯啊，然後叫人去困安尼款嘢呀。那我就當時我有想講啊，因為我個仔我媽啊，唔是安尼款嘅。伊個係啥樣啦？個係。你聽，唔是我人細漢嘅事啦。啊，特別若是講，我嘛真愛面嘛，所以我會記講，我會記講when 我個大漢了嘅時啊，我上個不拉真驚嘅，那我愛。都大個嘢，因為我未打閒嘛，我未打閒講伊安尼愛面啊，and 聽人講無查清楚，都是算命 ，you know what I mean 啊？伊真正愛面嘅，啦，伊未堪互親情。哦，能夠自己好貴係咩物件？亂出講話，伊未堪互親情亂出講話，了伊有一個親情，逐個愛學作伊，你知啊？所以話逐個我知講是安尼款咧，我逐個愛我調啲愛甲伊作對，你知哦？大家講啊，伊若是講安尼，我調啲要反你。我反你，因為蝦米事我要互伊知講。你唔使聽人講話，你唔使聽人講，你家己就愛相信家己，你唔使聽太人講如好，你家己知如好就好啦，你免去聽人講了，人講蝦米物件臭嘅，你唔使去聽。我就是要反你，就是安尼款，就是為了安尼款，我逐個甲伊反對黨就是安尼。because 我要互伊知講啊。世界唔是你靠人嘅，你靠家己嘛，係咪是你要安尼款？對。款咯。你係咪？嗰時我人驚伊，嗰個人細漢是驚伊嘛，因為我人 because 我媽用 emotional blackmail 嘅啫，所以我人就驚伊嘅呀。但是我做工咧，我無靠伊嘅時候，我反伊啦。
你 free 啊，是你無銀行白了了啊。無唔是我反而唔是啊咪，特別你看我反而啊，我計亂本好，我計咩本好啊，是我一人呀，當今大志伊甲講話，大志伊分我嘅呀。我我翁成起行我，大志 entertain 伊1點鐘也好，啊8點鐘也好，9點鐘也好，是我呢 entertain 伊住啦，6點鐘去泡你伊。你依靠你是你靠伊。伊靠我誒，甲濟了，若是講伊靠我了 miss call 我無聽誒時，我看到我嘛敲個對互伊咯。安尼款啊。John 啊 John，馬甲囝無馬甲囝啊，小妹啊會好多對嘅，你知哦。馬甲囝啦，但是講別外人小妹你袂好多對，特別馬甲囝甲佢小妹會好多對嘅，無插你安怎反對講阮好。不是最好的對嘅。啊，直接叫我親姊妹話叫我做咩？無，我袂講，你問我人家了，你家己嘅咧。我就是會講，我會講，我看 memories 啊，我教我媽，叫我教我媽誒 relationship 怪好嘅啦，我真 close 啦。แล้ว我媽聽到真惡嘅你知，特別教我嘅事 ，because 我細漢囝，我安尼我只大教佢，我高大6歲，所以我清查一下到時候是伊講伊會啊笑啊咋，冇辣了，伊講伊笑啊伊會，我講我時就佢，我會記，我講我唔知做乜事記講，我嗰日到咗叫做 memory 啦，我叫想到我媽是我知道個伊，我媽真係是個穿個咧出來穿個咧成個母母咧，伊較垮你可能啥啊，แล้ว單啊。不是甲單，伊是頂面成個性率呢，house coat 呢，特別無管只長啦，搞個卡頭有啊邊，แล้ว我記我就是甲我媽出去行行誒，แล้ว我就去行，我就行我後背路呢，แล้ว我行我後背路，真正我呢咧厝後背路行去，แล้ว on the way 對嘅時候，都落大雨就。落大雨了，我媽就講：佢咪走，你佢咪走對去無壓到雨。แล้ว我媽就未走咁快咗就，我記下一個 moment 嘅事啊，我哋啲成個，我就伊叫我走就叫我走，我哋走嘅時我 feel 到成個真正安怎講啊？真正 guilty 啊，真 guilty 就哦，就感覺到死我幫我媽到整壓雨咗就，特別我媽哋叫我走就叫我走，我唔知特擺我哋想到我媽，所以我想到係一個事嘅就。แล้ว我哋叫我走後尾路走對去，我媽都有可能未記啊。然後嗰一擺呢，嗰一擺是幾奇怪，我會記名。嗰一擺就是我媽和我一隻眼啊，我聽我爸講過本事，你和我一隻眼because 我媽聽到讀冊時無讀韓文，所以韓文無咩曉啊。特別伊到處時我咪是叫伊和我一隻眼咧，伊咪是讀和我咧，我咪是特別 spell 咯 ，spell 出來咧是伊咪 check 咯 check 看到，你就 check 一掉啊。有時萬一就伊 miss 掉看到一個，伊無看到我唔掉嘅咋，伊無看到我 spell 唔掉啦，所以當做我掉，我變做 spell 下你，一隻眼咯開始是。有時我就擺叫我到底怎一經嘅時候，我媽問我一隻眼安怎，我講一個唔掉哦，แล้ว我講啊，係咪一個唔掉？แล้ว我是教我去教我媽講，係咯，我一個唔掉啊，你講我掉就回事啊，嚇！你我飛去學東西時，想啊，他唔掉去。แล้ว我媽講 apologize 教我講，哎呀 ，sorry，我係掉你唔掉一個，特別個無名話啦，唔講係咪咪叫名？即係我哋會記得咧，我係時本是 feel 到成個就 guilty 你看咯，feeling。特別我是 feel 到 guilty，我會記嘅物件是我教我媽 feel 到成個就 guilty 嘅呢。แล้ว好誒。好留住 memory 是較大漢嘅時，就正常啊！我人你知我較大漢嘅時是變做我較大漢咧就變做成個 friend 啊，佢哋去 relationship 佢哋是度較濟啦，佢哋成當今我對佢是咁樣出去，即係所以我翕咗隻 video 就成日講我是甲被 document 甲我爸甲我媽 time 咗隻事啊 ，because 我會記 sometimes 都冇咩會記清楚咯，我看到 video 起來是想到啊。佢成個 refresh 個 memory 然後呢，安尼咯，特別我媽是只較只我講小山啦，然後我甲我只 time 甲我媽做食咯，我特別就啲走卡嘅時，我是白長頭囝，做個來過來記，我是白長頭囝，就白鏡啊，往時個太湖啊，我白索當啊，那啲物件。
哈，แล้ว佢就我只是個主角做只誒，特別我是個看 cooking show 做只誒，你講掛梨啊，一個掛梨哦，啊，我能看掛梨啊，我自己主角啦，喏，咁啊，我嘛咩話是我上回去我嘛咩話是 block 咗，但我嘛是冇，我其實點解我是正搞破病，我 coach 我都係破病了誒。佢就話破病咧，話嘛，都要去吹燈籠先生啊，咪去管嗰啲親切好啊，食一定我正我別驚啊，什麼啊？我係煩惱佢食啊，我冇試過 exam 嘅，我煩惱佢食我就只是破病喎。有時候啊，嚇，然後我破病了後，我嘛講頭嘅時想講，哎呀，驚死啊！我咪去佢食了時對地位 temperature 發燒嘅就。有啊，發燒嘅喎。然後就成 almost every single time 上班我係抹掉俾佢搞係先生講啊，伊講我唔是人白白做先生人啊，because 我抹本是先生，伊走去搞我係 teacher 講，我 teacher 講安怎特擺 coach 都無來，特無來，我係抹掉俾佢搞我係先生講啊，特別好就伊人做先生人白嚟啊，伊講我唔是為咗我驚嘅講，如果只隻破病就。奇怪，但係特別去管咧親切係乜隻？隻 call 知唔知啊？嚇 call 你咁啦，唔講隻 call。啊，好黏喎，สุด黏。你一管你把你正版肯管係乜隻？อันนี้เดี๋ยวเราก็มีแกเราไปมวยว่าก่อนให้ว่ามามีแกลองไปมวยว่าแต่ว่ามวยลองมาต้องไปใจ你做錯一個第一屆嘅物件，แล้ว你嘛無幫過你嘅，無幫你說誒，我冇計講嘅有啊，冇計講嘅啥，我只頭我個人講過啊嘛，我點解你開切鐵到開切咧是笑到伊個官嚟叫，然後冇計講呀，伊個官伊即係講出，係咪物件夾帶啊？咪物件夾帶咧看到，哎呦，死咗一坑氣咧個，我個冇計講我點點，然後過一隻這年後我個計講，係你我都會記，做錯咧咩話呀？是係咪？我成日冇咩記嘅。喂，買人食我爸買人食凊彩啊 ，never pressure 我，都讀冊係咪物件本？又唔捌 pressure 我。我過會記我嗰陣食細漢鐵佗水，我嘛去萬山買物件是鐵佗水，鐵佗貴嘅塗骹咁了，對來是就貓咯。啊！因為咧講，你冇夾過招起來打起來就先。冇，伊都好對啦，嘿，你真係，你是9點你人推唔開啊？你water gun 都就喺邊追情。哇！你出學架桑啦，唔就係點聲啦。小姐啊，小姐啊，鐵佗五六刀啊 review。會使摸塗骹啦，真係。係啦，結果啊，就廿 rubber band 就跌咗啊！然後跪，rubber band 跌，跪喺你地主講咯。再講，係咪嚟？到底地主講會跪？係咪是地主講？地主講樣把人講，到底托卡地主講啊嚇。誒，如果第二刀聽到了跪地主講嘅，你知喎？哦，是咩？嚇！我捌聽過一個，古早是因為我有一個朋友啦，伊講伊做工一間厝啦，做工一個老闆嘅厝啦。然後伊講伊老闆嘅後生真正歹死嘅呀，真正歹，因為個個一個後生，伊甲了查某囝，甲了個個一個後生嘅呀。所以講伊若是去扣迄個老闆嘅房間了嗬，伊一邊扣落去啊，迄個囡仔安尼歹啊，走去跳，互伊住個表緊，你知喎？有時徛喺對面斑鳩嘅迄個面層嘅位，你知喎？哎呦！啊，但是講一斗互老闆聽，老闆啊拍你囡仔了，表緊互伊跪地就講，講我聽，我講蝦米跪地就講蝦米事就安尼做，但第二斗我聽到了，話真嘅講跪地就講。即是在對你紅光頭前條環很啊頭前。啊，我頭第二斗聽到這裡，然後若是講跪啊係蝦米事？冇半行嘅呀。冇啦，是成日講較懸佢啲嘛，較扮看就較起一懸，較起一級咧紅光，可能就會跪掉頭。啊，冇紅光發咗啊！嚟聖經講啦，嚟得啦。哦，你跪時你驚哦？
冇啦，我咪考了啦。考試上啊，條發一考，唔是你見考係啊，起航一考嘅是，啊，超味。好啦，我同你講啊，我嘛安尼誒，是咪你女啊？我哥一個啊 ，just immediately above me 啊，伊真歹啊，逐擺買讀冊啊，然後逐擺就若是考冊喺度未過啊，然後你點聲啊，逐擺考冊若是未過啊，你對你舉起來對來互你爸你嘛簽名啊，簽名，這是着我誒爸着簽名。我爸嘛就簽名，我嘛無可以起手拍我人嘅啊，特別我爸就未教人咧未得閒啊，伊用佢手要幫我哥啊去卡出樣啊，我媽個樣個呀咩嘅先叫我哥寫起褲後尾。哎呦，我哋看嘛是一屆即幫我拍到其實制啊啦。對啊，你我嘛就未話我爸啦。你冇請家姐課啊？我嘛就講，咁咪寫住佢。超根本你聽時候請知。啊，因為伊卡嘴未硬嘛。哇，你卡嘴未開話。你寫擺嗰陣時隻條無聽，連聽都冇啊啦。是啊，特別伊用手 smack 伊會知嗎？用手會聽到誒，所以in the end it also 就 smack 啦 ，smack 啦 after 我諗就聽到咯，就去房間嘅我爸就講，你啊，這是我 ，that's how I always remember this saying, you know。我爸就講教我嘛，你啊，伊按照看啊，買讀冊，我驚那是別出頭是累數啊，spoil the rod，spoil the child and spare the rod。I will always remember this saying，我爸嘅favorite 嚟講嘅。Because 你嘛少聽咯，嗰時，你冇聽假的。是咯。超味。好啦，感謝咱甲我人share 咱嘅馬嘅故事啊嚇，咱就特人嘅故事咁無相。แล้วเราไม่ใจว่า馬卡姐咱嘛是不知往對邊嘅事啊，你嘛去吹昂母鳥鳥咯。我昂母鳥鳥有聽邊啲學見嘅就哦。我你這個 episode 啊，你 post 你邊啲學嘅啊，你寫你 contact us， 然後你嘛等話。email 個了我每嘢啊，每個話即係閒時上咗派啊，或者我對邊呢時我叫佢講，John 你對嚟the last time 啊，叫咱嘅 lunch 我借上多點個你嘛個你爸，你嘛I is a very kind gentle person 咯，是伊是 OK， 我就講伊小酸咧是成個腦 totally 腦你冇想人咧去，而家點解熟人嘅冇？頂到是有咯，我係是就冇啊。唔係，伊人當機，有一種嘅事。我嘛講嘅嘛，頂到是講你知我度嘅電腦術啦，但我錄嘅事就冇啊。嚇！特別我嘛是我嘅 parents 上個啦，真係術㗎，情子嚟講。係啊咩？伊講即係個，伊講即係英國中。伊講我嘛講我真係暑假聽英國中講冇，我講福建話，伊講哪搞啊？你當叫英國中講真係話真搞啊！即係你叫咩梅露？梅住梅係青子啊是話？冇錯啦，下面南門口啦。尖叫做下面。哦刀嘛叫。即我係只聽到人講別項物件，我就是每下你是蝦米來，即叫蝦米。叫巴是等啦，話 Mandarin。是咩叫雲奶呀？雲奶。冇，等人啦，福建。咱本來有一個斯拉尼嘅先生啊，
伊有receiving 錢啊，我人拍古細漢點啊，但看到伊去 church 就講啊，無會鬥，無會鬥，無會鬥。原來係啊，咧是頭先落去啊。receiving 錢啊，我人就去 church 啊 ，during service 啊，你 not sure 就是，嗱無會鬥嗰邊，無會鬥嗰邊。誒，攏細漢時，你細漢時，我是去布拉迪古食啫。無，我細漢嘅時，我人嗰粒 baptize 去 Seven Sorrows 嘅。哦，然後你在發得康嘅時，你有故啲哦。Raphael 港有，無 Raphael 港嘅點先我無去了 ，because 我去英國boarding school 了。但係以前好朋友甲我買啊，伊睇當今咪帶去台灣嘅位嘛。就定住要對邊領嘛，定住是。有唔知個要出一本冊啊，上面 something 有時要個 promote 嚇。我點先，by the time 我點先，我人去英國咧。哦。我買好朋友嚟。哦，係。แล้ว你咪是บัตร你ทั้งหมดเขารู้係是係咪จุด到最 breeze 啊？你到地方ทะเลสิ。好咧，點先是Robert Chan。Robert Chan 我唔知係叫。一句先啦。伊是 the first bishop 啊 ，Francis Chan 嘅 nephew 嚟。哦，你係記 Father Tu 哦 ？Michael Tu 啊？是 Michael Tu 啊？Michael Tu 是 IC 嘅，他那是去Our Lady of Sorrows 啊。嘅啊？一邊伊寫紅姑呢啦。哈，你是。即係個水笑，就交通啊，少只字，OK 啦，Father Saw 嚟，會記，死了，James Saw，Father Saw 死了嚇，呢條 cancer 死嘛，Father Saw 會記 ，Father Saw 咪就好真係 kind，真係 gentle，我 brother 真係 suka，伊真係老了個做 priest 嘛，伊是先生嚟，對。伊教我爸嘅歷史咩嘛？哦，我爸真係一個就，我爸 baptize just before 伊過世就，and 真係一個 priest 啊，伊愛請 priest 來接去厝嘅，但係伊咪 convert 就，哦，有一個 priest from seminary 來教，要來做朋友，佢要教伊啊。伊無教你一個 priest 講啊，我個後頭就問對來了，咁佢來我厝 ，so James Saw is the only one who befriended him and then taught him catechism until he asked for baptism himself。哦，伊幾歲啊？baptize 是你爸？哦，80幾歲了咯。我係講嘛是70幾80歲時間 baptize 咩？แล้ว你媽是 all the while 是 Catholic 啊？我媽去 boarding school 去 Bangkok 嘅點先，伊愛接教了。哦。巴托，我媽是個一個查娃，是一個查娃呀，伊有三個哥啊，伊家己一個查娃，伊爸真係曬養伊嘅呀。伊拖伊要入教，特別我媽，我外公啊，甲外媽 already arrange the match for 我 mother 了，所以我外媽甲我媽講，我若好你入教，你好過一邊嘅，但係咪收入做神父了。所以無通入教，入教嘅我人家了大，我未出世，我出世了，但係我真細漢呀。我伊後底教完了啊，伊媽就講講，你特別教你鳥土靈頭先，教你土了，教你鳥土靈。你教我爸土，我爸講，那是我 parents 嘅 generation 叫嘛做阿姨嘅嘛。哦，下啲人唔使叫名，笨蛋。我發得講，那是阿姨，你教阿姨錯，那是阿姨講，會使我學你練，學你入教。伊買我來媽買學伊練就，until the statue of Our Lady of Fatima 來檳城就。哦。
and then it was carried through the Georgetown。แล้ว我媽咧就一直拜觀音嘅呀，然後聽到伊講，即個入教嘅蝦米舞啊，真正正誒，我愛去看。哦，我媽講好，我帶你去，阿娘我帶你去。伊人去嗰邊啊，拜真正濟人啊，落大雨甲了，就阿雨甲 through and through 啊。無我媽來媽無發病就，所以我媽講你迄個一個紅光啊，真正聲講，好啦，你若要入教，我互你入教。Because of that 啊，我大哥英國中嘅爸甲我大姊入教頭先。哦。入甲嗰一個哥入教頭先。了 the second best 是我二姊，我三姊。了 the 到尾是我迄個一個 brother in ahead of me 甲我小妹。我人 baptize 是4歲，我11歲我才 baptize。哦 ，I see， 我唔知。你是你媽是看了講伊迄個Lady of Fatima 上加。迄個觀音嘅人，有即個人拜觀音嘅人啊，觀音舞啊，有人拜觀音嘅人啊，是樣式當作是上一個嚟講是。所以講好來講，真正成講好來，你要入互你入。哦 ，on condition 啊，我嘛入教了啊，伊個 continue 要效做工啊，下面我嘛特別煮個咧，互我爸拜啦嚇。哦，但係一個你媽就情緒嘛，特自己。我媽，你媽，對，你媽。特自己媽。趣味。不知哇，嗰個告訴，不知對你講你媽告訴一個，就好特別。我好你我請你自己去讀啊。我半段讀嘛，你甲我講啊，應該。Audiobooks。OK， 感謝你嗰條差唔多條車啊，你可唔可以 judge 咪馬上？哎呦，4點了啊！冇，你可唔可以困啊？可唔可以困？大把英國店冇，我想教你。你英國店咪是咁緊叻啊？你 judge。OK， 你有看你嗰條4點鐘嗰條車啊嘛 ？OK。3點鐘我就車啦，要等你係咪嘛？OK 啊，感謝青子，感謝曉樂，感謝你買幾杯白可以，แล้วก็有臭豆加白飯加辣醬雞，感謝，แล้วก็有Obi，感謝Obi，感謝，แล้วก็阿家公，แล้วก็感謝我昂波鳥鳥，做咩？真好嘅嘛，แล้ว今年到那時嘛聽到咧，今年年尾咧，佢等於個人留咗一個去食。OK 啊，感謝各位聽眾啊，禮拜再見你，一記對你嘛，好好啊，這 Mother's Day 時，Mayback 好樣。OK，感謝，拜拜。拜拜。